陽光花園呢間聯排別墅之前咧都帶有客戶睇過幾次啦，因為業主呢次降價啦，我覺得咧都可以拍多個視頻去睇睇。業主同我講呢間屋最大投入咧就係裝修，花咗50幾萬啊，全新裝修，保留咗6米嘅天空大廳，呢種咧係住別墅嘅 feel 嚟嘅，而且南北通透嘅前後花園達到80方，喺三鄉嘅雅基樂聯排嚟講係非常之少有，係非常之實用嘅。喺呢度咧種啲花花草草，擺翻個台喺度飲茶嘆咖啡咧，都係非常之有寫意嘅。一樓安排我哋嘅長者房，長者跟我哋住一樓咧就唔使落下樓梯啦。我哋現時嘅整體格局咧係安排咗4房3個衛生間嘅，2樓2間房，3樓主人房加個30平方嘅大露台。喺呢度咧就係三鄉嘅中心位置，稀缺嘅聯排別墅，全新裝修，可以做到4房4衛嘅。呢度地段係非常之中心嘅，到珠海嘅3號會員店15分鐘就 OK 啦。現時嘅價錢咧就係228萬，業主咧係降咗價嘅。如果咧你對三鄉嘅雅基樂聯排別墅都感興趣嘅話，可以揾小波子睇樓。小波子公司咧就喺呢個鎮華路上嘅德賢優選房嘅，係啦，非常之方便嘅。睇樓記得揾小波子。